来看这个有惊无险的新闻，有网友昨昏伫高雄这个中分港呢，看到一只渔船呢，船身超了一半浸伫海水内，海水看起来强要比船头搁较悬。远看过会使看到这个船顶的船员真无用，准备要挽岸。啊，和这个网友真佩服讲，这一定是满载渔船啊，强要变成潜水艇啊！今日记者找到这个船长甲副船长，因真轻松讲，无代志，大家唔免惊。详细看，这只渔船又要沉入海。来看画面，海水又要比船身也搁较悬。影片标题搁写讲，渔船又要变潜水艇，这太无代志。当大丰收，今仔日整理的。这群人就是画面翕到的渔船内底船工。今仔日伫船顶整理甲表扫无用气气，啊那叫大家免惊的人，就是船长甲副船长。大风那个，你船啊浮落吼，伊就船头啊起来，船顶啊起来，水就消袂离啊，消袂离，我都通摆的时阵，我就讲没关系啦。最糟糕的就是这样啊，慢慢的塞。大丰收，大船入港。嗨，影片内底渔船就是这只心情好好。昨海南港掠着5万外斤的黄鳍创仔鱼，丰收等的渔港虽卖出上百万。王船长满面笑容，甲大家讲，因这边掠着黄鳍创仔鱼，将鱼货放入船头的冰库内底。规只船是载家己满满，船头小可沉落，加上回港的时阵，风影渗过来白浮白水，互船头食水搁较深。船上10人均安全。进港后将水排除及恢复正常。船长讲，家己食到70多岁，头一遍碰到这种意料之外的代志，真正危险。加在靠几十年驶船的经验，船长10个人和掠到的渔货拢平安返来渔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